人情，讲啥物是义？一切是过去，既然有会做友谊，往事何必再提起？往事唔通为一时，才要斗这一支。无论对阮正风刺，阮也是勇敢吞落去，摕出来的勇气，尽了最后的胜利。啥物人情，讲啥物是义？一切是过去，既然有会做友谊，往事何必再提起？一时，才要斗这一支。无论对阮正刺，阮也是勇敢吞。